個年輕人所愛。同樣咧就話，無論幾艱難都好，路行到尾就會直㗎啦，因為咧到時有好多 angel 出現。今日有來自好多唔同界別嘅朋友啦，包括商界啦、社福界啦，大家都係好關心年青人嘅朋友嚟嘅。咁我喺度繼續鼓勵大家啦，繼續匯聚我哋嘅資源，共同咧繼續支持我哋有需要嘅年青人。葉青姐35周年，葉青姐35周年35周年，30周年，讓年青人有一個不一樣嘅才華，有不一樣嘅才華，讓青年人有不一樣的才華，不一樣嘅成就，不一樣嘅成就，唔一樣嘅成就，開拓無限可能。